黑夜裏星不見月不現，特裝啟動烈夜驚天。手術間針冇眼都無情，攝魂改造再生異變。少年時手能缺勞能怨，英魂殘志未曾中斷。命運線根同源，路同源，紅影同根終走向前。力量前善有言，惡有言，光譜同源，正義再現。權力下靈能數，心能變，譜成兵器，救為誰言？戰場上盟成仇，義成怨，佔有反目，終成深淵。世界前人可退，志可圓，時心守勢，直到終邊。咁我轉嚟轉です。踏入2026年，想為大家帶嚟一個新消息，一款全新嘅原創遊戲即將誕生 ，Spectra Brick。呢個係由馬來西亞遊戲團隊 Aeon Spark 所開發嘅一款帶有特攝元素嘅 ARPG。點解係以特攝英雄題材為主？呢個係因為開發呢一款遊戲嘅團隊咧，對特攝英雄終其一生熱愛嘅願景，亦終於想為班 fans 打造一款真正能夠捕捉嗰個世界精神、動作同埋強烈張力嘅遊戲嘅渴望。遊戲故事 set 喺一個平衡宇宙中，一班由生物強化計劃所催生嘅班英雄挺身而出，對抗宇宙嘅雙面。之所以 Spectra Brick 呢一款遊戲咧會誕生，全因為開發團隊一直渴望製作一款以特攝英雄為題材嘅原創遊戲。呢款遊戲唔單止係向經典致敬，更係開創出屬於自己嘅全新傳奇。其中遊戲包括有節奏凌厲嘅戰鬥啊，以變身為核心嘅成長系統啊，誇張極致奸產角色等，希望可以俾玩家眼前一亮嘅 ARPG。至於呢款遊戲會喺邊一個主機上邊開發，喺乜嘢平台上邊發佈等咧，就請容許我哋暫時賣個關子先。等時機成熟咗之後咧，會再陸續公布呢一啲資訊。到時候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馬來西亞製作嘅一款原創特攝英雄遊戲 Spectra Brick。今次小弟咧就有幸參與咗一小部分嘅遊戲製作，同時咧亦都會喺遊戲發佈之前幫手推廣同埋分享當中嘅點點滴滴。同時我哋亦都 create 咗 Discord group， 入邊除咗會分享關於 Spectra Brick 呢一款遊戲嘅資訊之餘，亦都會喺嗰度交流特攝相關嘅題材。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加入我哋嘅 Discord group 嘅話咧，可以點擊 description box 下邊嘅 URL。最後，如果你期待呢一款遊戲嘅誕生嘅話咧，不妨 like and share。另外，我亦都開通咗會員制度，只要加入雷神軍咧，就能夠睇到呢一個 channel 嘅所有未公開片段。再唔係咧，亦都可以通過 Super Thanks 打賞嘅方式嚟 support 我嘅創作。臨走之前唔好忘記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再撳下隔離嗰個啷啷，因為呢個 channel 係專門分享日本特攝同埋其他題材嘅。而呢個 channel 就係轉嚟先。